非八法反增长，如来复指诸戒律，未断殊事而宣说。如今持戒诸尊者，其非所事反增多。往昔三人之威仪，未断经书佛宣说。如今僧人诸威仪，其非过分故己慢。总之，若为念死亡，修持正法，徒劳矣。总的来说，世间四大诸的众生无有安乐，尤其是我们这些身在南瞻部洲的人，如今处于五浊恶世，无有丝毫安乐之事，唯有感受痛苦。年复一年，月复一年，日复一日，朝夕即逝，时事越来越污浊，结识越来越恶劣，佛法越来越衰败，众生的幸福逐渐减灭低劣。思维这些道理，应生厌离心。此外，南瞻部洲是业力之地，一切闲劣、苦乐、善恶、高低、法与非法等都是不一定的。对现来所见的这些情况，自相续中应该进行取舍。前之上师蒙钦巴尊者说：“有时观察自现甚助远，了知自现业相为助伴。”有时观察，有时观察什么违反欲以现？有时观察道有他人师。道有他人师。有时观察危害逆缘现断除。没有，前面那个。危害逆缘现。危害逆缘现，对。对呀，有时观察危害逆缘现。对。断除贪着迷乱之要点。有时观察道有他人师，了知闲劣策理勤修持。有时观察空中四大变，了知心性无有情作语。有时观察自己是受用，了知如幻断除之明现。有时观察他人才受用，了知悲心断除轮回贪。总之，一切种种明现法，观察自心摧灭实之明，应如此修持。就是这些上面所讲的佛陀所宣讲的戒律也是一样，但是有些修行人那么越亲近戒律，然后也是世间的那种，据说是亲近戒律之人，那也是世间八法的事情琐事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呢，就是说持比丘戒、出家戒的人来说的话，也是，那么就是从在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世间八法方面就是非常努力的，但也并不是真正的去修行并没有就是要念一天的经，或者是再修做一天的闭关，也并没有那种什么讲经说法，或者是那听法的受法等等的，那一天都是在忙着就是世间八法方面的，然后这种的世间的琐事，世间的那种普通的事情，就是生活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是一直都是忙于这种的人来说到，那算是一个出家了，但是也是没有远离家，而且是为了家或者是为了实践的生活，一直在奔波的就是忙碌，那么那种呢，就是相当也是，那就没有办法算成一个
很好的这种出家的修行人。那这边所讲的就是有过去的那些就是断除世间八法的人那么在佛陀所讲的就是主要的这些行为呢，就是为了要修持佛法，为了要相当就是断除亲跟烟的一切的这些冤亲的关系那但是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的话，虽然是一个出家人，但也是对亲人的这种贪心跟对冤家的嗔恨心都还没有办法断除，而且是越来越热闹的那种那就是也是说的就是修的不好的，就是没有修好，就这个意思但总之来说的话，就是没有想到生是无常，然后没有那种无常的感受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么修持是怎么样的？你无论是一个出家的身份，或者是在家的身份，主要是没有无常的感受的时候，修行是修不好的。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必须得要听得懂，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也一样，虽然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里面呢，就是没有什么出家人，都是在家的居士，但是在家的居士也一样，出家的一个那个出家师父也一样。修持佛法是自己修才自己得到的。你出了家，穿了一个出家的衣服，那么一直都是在忙世间八法，然后自己去照顾家庭，或者是成立家庭等等等等这种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修行的时间，也并没有去修持佛法。然后如果是你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穿着了一个出家的衣服，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功德。那么在一个在家的居士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据说是自己已经是皈依了几十年的一个老居士。那么所谓的老居士，就是相当就是按照这种从皈依的时间到今天算那个年份来算到，那可以说是一个老的居士那当然人类的年龄也一年比一年老的时候呢，就是你也可以作为一个老居士。但是那个修行的过程来说的话，就并没有真正的去修持的话，就得不到什么功德。而且最主要，今天我们要听得懂的就是，主要是想要修行得到成就的话，那么谁里都是心里要有无常的感受。这并不是说是年老和年少的关系，你再年轻也是，死亡是没有办法等你，因为你是年轻，所以你现在还不用死，没有这种的说法。然后就死的原因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那么就是有些已经病危同治的人，在病床上还没有断气的之前，在他的这个环境里面，会年轻健康的人先走的这种那么就是比他先走的这种事情是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发生的。我们在人类的社会上，当然你们的那个自己的每一个人的环境里面，应该也是在一生当中发生过这种事情的，所以就是看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死的面前呢，并没有办法说谁是健康，所以就他比较时间活的时间长一点，谁是生病的，所以就是他很快走，或者是谁年纪比较大，所以他先走，然后谁比较年轻，所以他后走，没有这种的选择跟没有这种的说法，没有任何这种的自由，所以一切都是事实是这样。但是这个所谓的事实，无常是事实，但是这个无常，所谓的这个怎么说呢？说明无常的这个事实，我们内心里面长期没有这个想法跟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的修行是修不好的。所以这个必须得要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现在身在这个南瞻部诸这个里面来说的话，那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安乐那我们一直都是在一种痛苦的之中在一年有一年然后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甚至一天接着一天，都是以这样的怎么说呢？那个整个的时代就是变得越来越不好，变得越来越乱，所以很多人都是认为，就是说要保护过去的那些传统文化，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这不管怎么样，人类的过去在到现在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在100年前或者1000年前，人类的行为跟现在的人类的行为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但是从现在的人类的行为跟1000年前的人类的行为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那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类的行为，虽然环境是现在是最好，但是人的那个内心的这种痛苦感、内心的压力，然后内心的那种不善良的那种想法是越来越多，所以就佛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无作而事，就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在没有任何一点点一刹那之中的，在人类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善的那种念头会产生，所以一直都是有不断的，就是为我自己的那种贪心感，为他人的嗔恨心的怨恨或者嫉妒心，这些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来说到，就长期要注意，长期要小心，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对所有一切的众生有一个共同的慈悲心跟爱心，是必须得要增长，经常要增长。这呢，就是并不是只是我们的环境里面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是我们需要慈悲的对象，除了以外呢，就是其他的众生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些的人呢，就是我不喜欢的人那么这个不喜欢的这些人，就是变成我不喜欢的对境，然后以这种的这3种区分的话，那就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就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就是修行的结果是不会有什么机会的。因为是什么呢？我们修持佛法的核心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就是为一切众生的一种慈悲心，而且是要有智慧的，能够可以度化他们，让他们能够怎么说呢？解脱，让他们解脱，让他们获得佛陀果位，要有一个智慧的这种想法，这种的思想就是菩提心。那么，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众生都是分别有3种，一个是跟我很有关系的亲戚朋友，我很喜欢的对象，所以几乎一会也是一定要越来越喜欢然后越来越要对他们要越来越执着，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就是也没有亲的关系，也没有冤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我不用去管的。然后另外有些人呢，就是我不喜欢的对境，所以永远也不要喜欢他。那所以就是我就看到他幸福的时候，我就心里就不舒服的那种的感觉，就这3种感觉是必须得要放下的。我们就是要平等的心，都要知道。今天我不喜欢的那个人，也许可能变成我下意识的父母，然后也许可能是上意识的父母等等，这种的想法，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我们心里要有的事情，是无常的感觉，无常的那种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呢，所谓的这种快乐与痛苦，我们认为是知道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痛苦，但是实际上来说到南臻不足的人也好，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受到，而且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受过真正的快乐跟幸福，因为轮回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幸福跟快乐。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觉得有点感受，觉得有点快乐或者是幸福的那些只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感受相当就是这个就是相当我们的上师法王上师经常就是会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他都是说我们在人类的众生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健康的时候生活也是比较怎么说呢，富有的时候，或者是比较轻松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快乐，然后觉得自己呢就是非常幸福的，会有这种感觉，但这都是非常短暂的，而且这也不叫什么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呢？他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他得了皮肤病，他在皮肤痒的时候，
然后用自己的手去抓，抓的时候觉得感觉很舒服啊，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会有一点点舒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也是这个非常短的。那这个皮肤病就是你抓的时候能够可以解决你的病的痛苦的话，那是比较简单，但也是解决不了的。那么你抓的时候感觉就是比较幸福一点点，这也是不是长久的办法，而且也是抓的太多的话，皮肤也是会破裂啊什么，就是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农会中的这些的感受到有一点点幸福，那就像那个皮肤病，他去用手去抓一下它的那种痒的地方，稍微能够可以止痒或者是有点舒服的那种感觉，但这都是无常的。但是如果是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得皮肤病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这个痛苦，所以也不用去抓，所以就根本就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并不是你得了皮肤病以后你抓的时候的这个过程啊，在这个抓痒的时候这个过程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的话，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幸福。那比他更幸福的人是谁？就是根本没有得皮肤病的人，那根本就抓都不用去抓，那才是比他幸福很多。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脱离了六道轮回的众生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的过程呢，就是都是就像那个皮肤病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有点的幸福的这个部分都是无常，都是变化之中的。所以实际上来说的话，就并不是真正的那个幸福跟快乐。但是呢，我们轮回的众生从来没有幸福过，从来没有快乐过，所以真正的幸福跟快乐根本就认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但只是稍微能够可以休息的，得到一点点的这种的缓解的一种空间的时候呢，觉得幸福。那但是这个也是会马上的变，所以呢，就等于就是没有什么幸福跟快乐的一个机会跟因缘啊。而且在人间不住来说到，就一切的快乐也好，痛苦也好，这些都是会变化之中，没有什么真正的这种永恒性的能够可以定下来说啊，这是幸福，这是痛苦，而且这是永久的，没有任何一个永恒性的而且一切都是跟过去的业力因果所感到的，所以也并不是什么自己的自由。哎呀，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去观想自己去观想，然后就是修持，观想来修持。如果是没有去观想，没有去观察自己的内心平常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听到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可以做到如此的观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自本作为着康着我